看这条新闻，一开始先问咱观众朋友，咱若阵出国，人拢讲你是倒位来的，咱拢讲咱是台湾人。事实上，恁敢想过讲，咱台湾人甲中国人这之间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甲差别的？讲到这 AI 是真利便，会当提升到咱的工作效率。不过有学者讲，这中国有国际上的花基霸权，致使 AI 会接受真侪中国资料，和 AI 回答出来答案也受到中国的言论影响。或者是认为讲，若做会当用台语客气一寡本土语言做资料训练 AI 模型，就会当降低受中国资料影响。用华文问 Google 的人工智慧 Google Gemini 什么是天安门事件 ？Gemini 讲伊无多到3天，不过若改用英语问，就有天安门事件的详细介绍。有学者认为，因为中国有世界上的华语霸权 ，AI 使用这寡资料学习，致使中国国内的言论审查制度越一高高。全世界14亿的华语使用人口当中，敢若1.4%是有法度享受到言论自由，就是咱。这唔那是机器学习的问题哦，这嘛是人类学习的问题。尤其是对台湾的少年人来讲吼，设使讲今仔日一个台湾的高中生，敢若有法度讲华语，伊伫 Google Search 顶悬的敲出结果，一定比嘛是会晓讲英语的人更较少。好几个人浸淡北京的论述当中。学者讲，若来自中国的资讯有难参假消息等等，就是认知战，对认知要咧发展的囡仔影响更加严重。咱台湾国科会以来自台湾的资料训练，有创造家己的 AI 模型 Tide。学者虽然认同这个方向，但是认为要加入本土语言，降低中国的影响。国科会无需要把所有的技能放dans工作拿内底，除了发展繁体中文模型以外，其实台语、客语嘛是一个真好的资源，会当开发。大型语的模型会当快速甲足新的内容，用无共的讲法传播，造成咱真学对信息的文理中好，来判断敢是认知战的攻击。中研院欧美所配合台语主流化政策，推出一系列的工作，用台语讨论政治、科技、语言这款学术内容。现代 AI 快速发展，有用 AI 会当加速咱人类做工课的速度。不过，华语资源大部分拢是来自中国 ，AI 就有可能受中国言论审查的影响。学者认为，咱台湾若发展罗马字台文、客家文训练的 AI， 减少使用汉字，就会当降低受中国影响的现象，是会使考虑的方向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